去做地，江燕东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友君，新北考太平洋。大四号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彤。大三号，同我去江燕东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友君，新北考太平洋。大四号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好好记住。小三个好字，我爱吃果子诶。电影有啥黑毛？好。研发嘅时间，记得加好字。好，好记。好，好记。请强高中生，不过那天才应该开挨张错。迄讲你上来，走去哪去？唔怕？唔是我，我唔会输本语。我是陈友君，新北考太毕业，大四号，请多多指教。唔少跑到团府为止，冇想菜动野摆买出来，拢唔讲法。还有，唔啲上好唔好太傻批，庆祝嘅动作暗多，老到气界系太明显嘿。不过咱唔系灵通暗兵，咱有可能让南农失分。计着过毛嘛，手枪买啲鸡片咸呀咸嘅。电做唔好字，切对做唔对枪击就重用，按摩好。林彤，你刚有谈过吸引力法则？冇诶，计嘛该？你嘅爱。运动胜利，运动冠军，运动请客。喂，陈友君点起来哦？老汉 Q 下係嘛，也係信任嘅力量。運動勝利，睇上條誒，運動勝利，運動冠軍，運動請客，運動勝利，運動冠軍，運動請客，運動勝利，運動冠軍，運動請客。陳友君，點解會？唔係愛比賽咧？喂，唔講話，我愛乖哦。一邊係戇鳩鳩嘅。知。红姐，原传我们5分钟后在餐厅集合。好。唔是已經無限啦。總馬吹，加油哦！莫想太多。我冇猜，我會唱得太假。打從比賽，係都會看哦。點啊？點啦，閒事唔講哦。拜拜。
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参加今年的中华队集训。接下来，我跟张教练会带大家进行一连串的训练。我们也会邀请韩国女篮的冠军队来台异地训练。最后，我们会挑选出最优秀的12个人，代表台湾出赛今年的亚冠杯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林彤，目前的训练还习惯吗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笑一笑，放轻松，好像大家都欠你钱一样。国际赛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比较凶。我会做好准备的。好，那韩国人就看你表现了。是。休息10分钟之后投篮。谢谢老师。今晡日去開幕戰，大家不用可以打。同志天看比賽嘅，韓哥教練講，差強控球，繼續本控球啊，做唔得，就都搞本嗌，點啊？第好記。安東，加油 ！WTBL 本周热闹开打，开幕战由安东飞鹰出战华信黑熊。安东将如何面对林童的缺阵，是今天的观赛重点。安东今天必须要有人跳出来补上林童的得分火力才行。我想最有机会的应该就是安东的2当家陈玉君了，今天可能需要多依靠他的内线。来查上去，上去！华兴开赛就采压迫式的防守，相当严密，不想给安东任何的机会。华兴超球成功，一个漂亮的快攻球进犯规 and one。安东必须要振作一点才行哦，因为毕竟不只有一个传言说，如果安东没有进季后赛的话，这将会是他们最后一个球季。先卡哦，等下先卡位。篮板，大幅，前面！哇，这个不应该啊，这样只会让华信予取予求。陈玉君会有什么对策呢？过往他都是辅佐林童的角色，但现在他必须扛起责任了。带把手啦！哦，陈玉君的脾气又来了，一直以来情绪控管就是他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对呀，这个时候安东需要的是真正的领袖。徐总，他班从何用为大？唔讲發起嘛，當好，因為連愛都唔知愛用會打，唔對咁有談過，迄講一下放棄，比賽就結束咧。錯噶各位，嗱，絕對做唔得放棄啊！比賽很忙失，哈。給愛拜託大家放棄。我想要回去追劇。你冇想愛放棄。係麼？唔講人用嚟看，連同一招，大家都唔會打球。唔一條對甲你開始，就係吹風助力嘅人。一下殺按摩主動對愛來講，就會放棄。楊春愛先生咧，自家討論一下。迄個唔對，按時要田定助力打球，就請一個人出來做。教練，都係講乜解啊？哦，好嘞，唔怕啊，冇客氣，好。好久。錯啦。唔是啊，好似。錯。
迄讲运球做毋得，就莫阁运咧。哦，好。韩国一次上安人上来洞察，毋过因费毋摕人，进攻区的警卡顶毋加骗。是你啦，伙计。我阁非是你咧。大球做得较认着的无？我有人毋讲过，做毋得，做得得本爱。我一次让人套球，你无看到？我想讲教练系 M 动作洞察老屁啊！我知道我迄控球，应该自行教练给在。就是讲唔迄控球，你去最近老多去教迄控球哦。小死人，唔记咱礼拜前含迄家干恁家唔上杀数呢？像我一样，却莫阁做教练的狗。同志尾走，老吉没有关系，知无？嗯，知。无人知记录运动到底做乜解？唔信爱就错咧。好。喂，伙计，做地讲法无？阿云，根本人比赛爱看嘞，你运球行迄做唔得啦。我迄使我对人讲，我迄想问伙计，迄讲，我迄讲哦。迄讲有好似爱爱莫谈教练嘅法，毋过教练有老应付搞本爱，我用伊做较好啊。做毋知道要养的家种。毋过我毋伫迄那种。手做毋爱做嘅，打球却安尼啊，运球传球得难嘞。还伫咧好似什么？各位，釜山通讯女篮，这次很荣幸邀请他们到台湾来跟大家一起交流。接着下来的几天，他会跟各位一起接受训练。여러분，欢迎한다고합니다。这一次能够那么荣幸，在赛前可以跟韩国队进行交流、进行切磋，完全是陈子琪教练的功劳。他规划韩国后，还能够心系家乡，并且不遗余力地帮我们跟韩国穿针引线。我们热烈地感谢他。我们现在有个交换礼物的仪式，请双方代表中华队的林彤，还有釜山队的金智英，两位在14年前的亚冠杯就有对战过喽，是相当不容易的缘分哦。好，我们来拍张照哦，看我这里。
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出来出来！给，好啦，林彤，跑啦！因为他就对了。喂。 来讲讲，韓國最尾要來，唔限做得冇？幾隻金子人嘅尾要來係冇？媽，今日俺隔天有啲壓力，俺就唔會搬起個講機。安尼媽媽就唔是就冇辦法接生一年咧。我個睡一點。好啦好啦，就安尼。 阿姨，你还看林彤练球？对了，你不要跟他说哈。华信分数持续领先安东，蔡巧英在弧顶盘球，那个超级华信又是一个精彩的防守。 球往内线塞，陈玉君摸起来往里面单打，没有，再起，有了，漂亮的插板得分。啊，陈玉君硬起来了，但失去的分数感觉还是不够安东花哦。打空球唔講花，迄睇架統領哦，連啲兩重，也個本抽到2多敗啊！好謝謝。教練。 蔡強根本就還忙準備好打空球啊！佢啲重風，請我要行較多嘅節目。但係教練行起唔當係教練，王子讀書按到咧，乃就老亞準做練球啦。等下球都本賽教育，乃按唔到，搭擺都造成嘅戰術，對。 看来子琪教练铁了心要练新人，这场比赛应该就当做练兵了吧？来场，来场，这里进来，这里，哎，看起来好像不太寻常。陈玉君好像还是想要积极取分。你觉得他还没有放弃吗？不好说哎，可是很明显就是跟子琪教练下达的战术是不一样的。那是陈玉君自己积极想要求胜，还是说安东内部有什么样的状况？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陈玉君中距离跳投球进，可惜无力回天，最终安东还是以62比69，7分之差落败。好子，很强呐！好子辛苦咧。好球，好子，好球。迄个唔下做对的传本来，应该有机会赢。迄个我形容一场比赛，来想看啊，内底咧，也就将冲到绵绵嘅茶包现场，不过我知道也比茶包现场还较惨，差7分，同强的嘛。 唔过输咧就系输咧，唔会永远记得输几多分。陈玉君，我讲过咧，也2场就会蔡乔人控球，动强系冇？对条刀米都去甲打。教练，蔡强根本无法度，亚同战术搁去小打，抢的输到还较惨。 输了就怪教练怪战术，空一条赢就做得咧。今日就来看乜人系运动嘅战法，也系所有人嘅书记，看清楚咧。
唔试看啊，手迄是控球难吗？有氧控球控得唔好，不过佢唔係青態嘅戰法，係嘅，看好來，也係所有人嘅書記。陳玉娟，唔看唔嘅，連同有彩嘅時節，唔嘅書記就唔好。不過一下連同一招，唔嘅書記還較得人味，對球隊來講。 根本就冇路用，唔但搶自家嘅書記唔好，唔想從事，所有人嘅書記都跌下來咧。我說陳玉娟，我決定我將離開球隊，按你運動將做得變好。 好似我終於講過下啦。有乜人講嘅啊？防身康圈圈老同志叫走，來叫走。好，我做太叫走。是。佢條平乜間隊友軍紀啊？所有同志還唔鬧？ 就是啊，書記又無一定係錯嘅，當到係愛到現場爭款嚟就好冇，球員又唔係天奴。何志。 你個人多煩呢！你走嗎？你想我開始腳拳，佢壓力太大咧，那唔好。韓國空架書記大職業，佢冇合適。迄唔必記少誒。書記會講話，韓國我有我嘅任務，唔攞其他樹動到咧。做唔得，我手離開咧，再講用誒。 要卷我帶登記掉啊！我會帶登記掉。喂，我年輕哦，嘛個？ 房子根本唔是練球，我哋愛出去逛街、食飯，還有食酒、食鬼呢。點知講嘅，佢講佢愛去請決勝國講軍紀嘅事情，冇講好以前，大家就羨慕練，唔是練球。 有軍紀，老同志，迄種天然運動嘅，記條啊，叫下啲食好嘛，要注意下個態勢。叫下想出19年啊，聽講啊，有軍紀時代啊，下尾老同志曬奶呢，敢做得想想。不錯，同志離開，
幼群比因所有家庭都还较艰苦，不过伊都认定，也都唔伫其时代下委员会处理件申请。冇办法啦，迄个太无好诶，迄个一次拄摕伊死也着太子诶，迄个诶较强伊死死诶，伊就唔是安听咧。伫手好，伊个无好个好妹，袂是长个太好子；伊个无好个教练，袂是个好球员。王志庆啊，我要看一下。好子，我敢做得选。我爱输钱哦。囝仔老计算，看见用落咧过后，会变到暗木咁木晒。好啦，唔是啦，阿韵出一种牌。是咧，也一看手指头动惨。一种牌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哦。Fighting, my friend. Fighting. 我跟你亲过呀，不要吵好吗？太傅，电奶。太君子。迄他，下落歹讲嘅，迄真经经呢，唔好跟人讲咧啊！阿多加油！君子，啊！林彤哎，林彤，完啦！君子，我来看看。弟弟都轰累了，我记。曾婷，没讲好，爱强下蛋的，关给杀！君子，陈佑君，团结，陈佑君，陈佑君，有来嘞，同志，同志，佳佳，佳佳。下来行，安东团结，安东关键，安东持球。你哈听呀嘞，我个很不慢人糖啊，会硬嘅，我前水讲嘅太假，叫我来行，好冇？骗你，骗人啊！既然我來哦，我來哦，硬開，真勁，真勁，真勁，唔知，唔係講好。我強出100年嘅，係先，係先，又唔輕驚唔錯啊！冇辦法，係先，點解要停？係先，真係都懂係先。
头摆，然后幼军，搭摆哩防赛比赛以前，拄要到几只天桥很巧好，没想到遐只目标，为第1名变做第2、第3名。敌人前面1名经验过后，望因阁讲，我伊很巧好，一枪很巧好，变做当见笑了。一直到今年，才够有信心。我想到一下，会又变做安尼，所有嘅事情，一枪都会成功。迄个，就算个真经无办法，叫俺用个啥？俺吃到第1枪，问自己教练吃到细细呢。真经，其他2嘴都在用，要按摩掉。姑嫂，都答应用个啥？迄讲真经无办法，手结谱咧。错，去看也无爱打咧。太家，就算个。叫成哥。唔真经做唔得，本有经济走。错啊，统计少咧，经济搁少，计行动都得喊数码界啊。教练嘅做法得超过了，因运动有即家嘅节奏。迄讲经济爱走，内面无爱打咧。俺妹唔打咧，俺妹嘿，俺妹嘿，俺妹。还有。太家。其实俺想的规业，教练迄错觉，伫你讲以前，俺手伫俺膝盖有问题，认同借了过后，俺想爱太极，毋过俺做唔到，做唔到，去个技术兵啊！俺真肯吃个动头摆嘞。我逐摆拄老到夜摆，为无强用。毋过结果，安东行迄件事，会真去无办法，佮家中无问题咧。还是，迄眼无彩条。望车，还会离开，毋对，伊三拄做毋得做，好好留下来，太运动等你归后衰，对无？对无？用枪有意思啊？其他人咯？哦，好似记着讲，为了有经济是千米100番。感情案吼，有时间吃饭，无时间练球哦。叫。胸口。屁股。胸口。脚用力。脚用力。
甲菜单迄韩国高中生嘅基本菜单，中兴高中毕业咧。教练，今日做点乜咧无？唔兄弟做嘛解迄什么？唔跟你讲，叶君子迄陈副司请大家。唔过我发现，其实我真系亲民一名，做嘛解会离开唔兴爱。唔竟然有认真看，姑嫂，做嘛解唔兴爱啊？佢就迄无啦认真咧。CTV Clutch Time Value 关键时刻贡献值。你对高中开始就特别高，甚至几十甲年唔咩迄铁一，佢就是做嘛解爱留五，就是目标级唔限迄笔，甲一铁一年高出15%的贡献值，韩国五有3分，有机会一球老几变过来。我希望有记得，篮球虽然是53人的运动，不过关键的时间，而且有气家做得上心，也去灵通做唔到的，玉军咩做唔到，我希望唔做得到。莫去想乜嘅朋友好记忆的事情咧。教练，你真叫我放弃玉君子哦？打球，敢真跟杨章迄轻重要的？迄讲有哪唔好？佢这两组离开业边啊。有根据吸引力法则，能够叫他吃一拜好无？这阵个无办法，因就去拜托自己教练啊。迄老同志讲好，要带运动当伊冠军赛。姊，迄阿云讲动球系刘总来嘅，佢之前本同志咩都安尼，都无放弃咧，唔免莫放弃好无？陈友军，你做唔得做哦，还是莫想去做，吹风青路街。哦，
我定当肯我离开，没因为离开，我唔敢搁做出样嘅事情。我唔错嘅陈玉娟，拜托唔好走好冇？可以争气款啊！安东伊听我一样，茫然，我还想老唔强吹，强我打球的。 我就想让人向我打球。冇走啦，真紧。陈玉娟，好好的啦。拜托了哦。你看啊，家下教练宣布今年的先发名单有我的。恭喜你啊！还有恭喜你啊！冇可能。吸引力法则，人家天桥当红人很真经友好呢。先讲吼，总从唔好讲来哦。万人做地拿到 MVP 还蛮低的。林彤，什么一次老爱走盘，讲好嘞哦，我会强出100年。好，100年。哦，弄痛哎！喂吧，火黑，那个不错哦。火黑，我干的，喂吧，黑吧。 啊！